呢一套113方3房嘅戶型，目前呢樣板房仲有新中式嘅設計啊！你睇呢個設計，新中式嘅，睇下鍾唔鍾意？陽台都幾大嘅，出邊嘅景觀都 OK 嘅。呢邊就有個就餐區。嗱，廚房放好冰箱、爐頭，仲有個生活陽台嘅。呢個項目就大裝修嘅，西門子廚電都有賣嘅。咁啊，睇下睡眠區，呢邊就衛生間，呢邊就適合做嗰個長輩房，陽光特別好啊。呢邊就兒童房，呢度就主人房啊，有個套間，三邊落床、大衣櫃、梳妝台、飄台齊晒。而家10,888起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call我。